中华保也某一间高中今年要参加会考的高中3年学生，昨昏去到当地的公庙祈福，却传出讲有一个乡民代表，那像有对2个查某囡仔学生来性骚扰。校方表示已经有校安通报，被害学生的家属已经有报案，但是防指控的乡代是强调讲家己是清白的。相片中的兄弟徛伫这位高中女学生的边仔，毋过后壁的查甫学生表情意外，甚至还佫笑出来，因为伊讲看到兄弟趁着翕相的时阵，对身躯边仔的查某学生伸手去甲摸。代表就从他的腰开始摸，往下摸到屁股。可是他们有分组拍到，然后后面有男同学看到，全部都看到有这种事情发生。因为他是男生，不管说现在这个小朋友是男生女生，你怎么可以随便摸人家肩膀？肩膀也是不行啊。代志发生伫2号，彰化保严一间高中3年级的师生到公庙参加考生祈福活动，当地民代也同齐翕相，毋过这位民代煞亲像对2名学生性骚扰，被害查某学生毋敢做声，搁加做查甫同学踢笑的对象。有心人不要在那边丑化造谣啊！假如丑化造谣不事实，法律追诉权我们会保留看怎么办的处理。最后报案之后，立即展开侦办，那已锁定嫌疑人查缉，那并通报县政府相关单位协助处理中。警方证实已经接到家长的报案，依照定数处理。学校也表示已经要求现场5名看到的查甫学生写经过说明，佮进行校安通报，同时随对全校做性别辅导。妇女团体表示，民代伫咧甲基层互动的时，爱注意分际甲对方的观感。或许他不是有恶意，但那个人我界限的部分，我们不太能够以我自己觉得这样子亲密，我们觉得这样子会是一个亲切的、没有问题的来去解读任何我的行为。妇女团体表示，民代对会去吸着身体的互动，譬如讲握手，也是搭肩胛头顶，也应该注意对象甲行为敢是适合。被害者若有身心无爽快，除了当下爱保护家己，也当照着相关管道找出协助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